为了有近台南农特产甲国际市场的距离，市府选择花莲将绝大多数的新加坡来出销分蛋，嘛顺利进军因规模上大连锁超市上架。市场委托嘛亲身到场，甲驻新加坡大使做伙推荐大家来试食文旦沙拉。三大台南的主力水果，包括凤梨、包括芒果、包括现在的文旦，都进入新加坡市场获得深获好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在早上9点多才刚开始，没有超市才刚开始没有多久，就一大堆客人涌进，所以我相信今年的销售情景应该是乐观的。我们也期待将来台南的文旦，还有台南很多果品进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市场，深受消费者喜欢。台南延续进前，小往来甲宣影来到新加坡的热潮，这回迎接中秋嘛推出应景的文旦，除了看准因的消费力，甲注重高品质的要求，嘛希望用全家团圆、食油啊是保庇的好基调来增加买气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